也愿你的圣神甲阮所有侍奉的同工同在，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的侍奉会当带着圣神的开力，互阮用敬畏敬虔的心，甲敬拜的灵，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所有侍奉的同工同在，互阮所念的诗歌、所强读的圣经、所发出的祈祷，拢会通得到上帝你的欢喜，也会通利益到阮兄弟姊妹伫礼拜中间的帮助。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互所有进入你圣殿敬拜你，阮的兄弟姊妹，阮会当用阮信仰的目睭来看到你，也伫心中互你的圣神来充满。愿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咱这一摆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阿爸天父，阮感谢你，再一摆带领着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带着一个较无的心来较无你，恳求圣神再一摆应允伫阮的心中，互阮上任的诗歌，互你欢喜，愿圣神你运行伫阮的中间，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感谢主，伫透早入来圣殿时阵，我就看到上帝满满徛伫咱的中间，因为每一个人拢带着笑容，因为咱的笑代表咱上帝伫咱的心中，咱的每一个动作拢是一种祝福。愿主帮助着咱，咱做来笑，看见神的爱。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见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感谢主吼，感谢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可以微笑的时候。时代的进步，你会发觉愈来愈多人，伊笑袂出来。为什么笑袂出来？因为他们常常挂虑，这种挂虑，互咱笑袂出来。另外，身躯边嘛有一人，因为烦恼遐，所以因困袂去。总是伫我信仰当中，伫我每一天暗时要困的时阵，我甲我丈夫会倒伫门床顶，阮拢会常常互相讲三件今仔日感恩的代志。因为这三件代志讲完了，阮就祈祷困。我感觉这个用这个方式来为着一天的感谢阵，你会感觉讲，你迄暗足好困。阮的感谢毋是足大的代志，有阵时会感谢讲今仔透早我有一杯咖啡互我啉，佮感谢讲我今仔日看到一项代志我完成了。我感觉我们的生命内底常常细项代志，咱若为着细项的代志来感谢，你会感觉你的人生就充满稳定甲祝福。
这个上帝互咱的疼，而十字架顶的疼，常常互咱会感觉讲，虽然咱生活无一定像咱想象的遐尼好，总是因为十字架顶的疼，互咱常常伫个光内底，他的爱将我们紧紧的拥抱。我要自己摆分享，就是讲，伫我未认捌上帝时阵，我是一个足少做面梦的人。不过我每一年拢会做一摆梦，梦记我伫走，有人来我约，我咧约的时阵，伊来我约的时阵，我就足惊，我跋倒，落到一个很深的坑洞里头。这个时阵，因为我怕黑，迄时我就感觉讲，雄雄一个光进来。一双手要将我扭起来，这个梦我拄啊做34年，伫我印象中，伫我34岁时阵，我认捌上帝。对迄摆了，这个梦我毋捌去做面梦过。这个时阵，上帝在我未出母腹的时候，他早就拣选我。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认识他了。他也将他的大门开起来，让我进去了。因为十字架的爱，细汉我常常过年时阵，你等公车的时阵，离一个车头，天主教会看到一个人，顶起来，我拢讲。迄个人有够可怜，伊穿一个白布下里那三角裤安尼顶伫遐，迄阵我会感觉讲，迄个人足可怜。当我渐渐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深深体会，伊顶伫遐是因为疼我，因为伊的疼，伊愿意行向顶伫十字架顶。咱就知十字架顶的疼是何等的温柔甲慈爱，十字架顶的疼是何等，咱做伙来听唱疼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来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上，
里相扶，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我愿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乐天顶的爸。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学乐荣耀到万世。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乐天顶的爸。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学乐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向主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得你尊崇。我要专心专意学乐伊。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乐天顶的爸。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学乐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得你尊崇。我要专心专意敬，我要专心敬拜伊。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向手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得你尊崇。我要专心专意学，我要专心学敬拜伊。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向手学乐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得你尊崇。我要专心专意学乐伊。咱安静咱的心，
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4首，同心而乐天父，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用启应文来启应上帝的话，请咱来看启应文25篇，诗篇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叨叨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踹，保守你的脚脚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你是太阳无伤你，你是鬼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门。徛在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303首《上帝的囝基督》。
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慈爱、保守甲看顾，互阮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赏赐耶稣为着阮来出世，也为着阮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顶，赏赐阮搁活的愿望。阮感谢你对阮的疼甲恩典，你做阮性命及时的帮衬，保护阮伫拄着艰苦困难的时，有愿有愿望。因为主，你甲阮同在。感谢主，愿主甘纳坚固阮的骹步，引带阮的信心。你的话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神时刻甲阮同在，引带阮的骹步。愿主你的平安临到，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生活中，开阮心灵的目睭，也拍开阮的耳孔。互阮伫礼拜中搁一件甲主你相拄，求主你亲自恩阮来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俄勒请圣歌队。
或者只是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3位的圣经，第一位要看以赛亚书62章第3节。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2章第3节：你要伫耶和华的手中做水的王幕，伫你的上帝的手掌做冕旒。接续咱搁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着基督。接续再来看第3位的圣经是共款伫第3章12节到15节。毋是讲我已经得着，还是已经完全，独到行进前，看袂通得着耶稣基督的，所以得着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着，独到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查的表来走，到得着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所以，咱既若做完全的，就存即个心志。若伫啥物事，恁存别样的心志，上帝也要用即个指示恁。以上，正道甲成功有约，请曾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阮伫敬拜时，心中甲你约束，独到你是阮的上帝，阮要一生服侍你。至上的天父上帝，阮进入你的圣殿，我用敬拜来尊重你的圣尊名。愿你的国临到，伫阮的心内，亲像伫天顶，你来掌权。愿将阮的人生交托你，甲主你誓约。愿主你甲阮伫地，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新的约，互阮踮伫你的恩典中间，对即世到永远。愿同心祈祷，我甲耶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弟兄姊妹，今仔日我甲咱分享的即个题目，是一本真有影响力的一本册。伊是30年前所出版的一本册。这本册伫全世界大概卖超过4000万本，4000万本。这本册影响全世界真侪人，因为追求成功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是吗？追求成功是每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是大人对因的期待。成功的课业、成功的事业、成功的婚姻、成功的人生。但是圣经内底并无讲成功的人生这项代志。那安尼圣经安怎甲咱讲？伫即个世间追求绩效，即个时代，即个时代所追求的就是 KPI， 就是一个公司伊要有真好的业绩，做生意要有好收成甲收入，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伫信仰中间，圣经安怎甲咱讲？上帝安怎讲？耶稣安怎讲？即个题目会通甲伊改做与神有约，与成功有约。其实伫圣经中间最重要一点，就是上帝安怎讲，就安怎成就。所以人的成就是在上帝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一生交托你，我甲你誓约，对我到我的世世代代，到我的子子孙孙，主，独独你是阮家族一切成就的主。因为圣经对头到尾就是讲上帝成就，无人会当靠家己的话来成功。但是圣经讲，谁能说成就成呢？圣经真正是安尼讲，有智慧会当讲。
成就就成就。但是圣经讲，上帝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拢带有权柄，伊就安尼照安尼来成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圣神的帮助中间来思考，耶稣所应允成功的人生是甚么？耶稣无讲成功，但是耶稣讲成就了，成了。特别耶稣伫十字架，伊最后一个时刻，伊讲成了，意思就是上帝交代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上宝贝的旨意已经完成了。愿今仔日的圣经真侪咱的祈祷，特别以赛亚今仔日的圣经62章第3节，伊讲咱若伫上帝的手中，咱的生命若交伫上帝的手中，将即句话背起来。伊讲咱的生命若交伫上帝的手中，就要真侪上帝手中水的王帽、华冠，跟上帝手掌心的美丽的冠冕。意思就是讲，咱的生命在上帝手中，咱要真侪贵重的器具。愿即句话祝福你的人生，嘛祝福恁的家族，甲恁的行行顺顺。愿天父上帝照伊家己应允的话，就肯成功，毋是即世间的成功，是上帝国。因为上帝主耶稣讲，恁着安尼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就伫天人。恁着安尼祈祷，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伫地。圣经中间所讲的成功，甲即个世间的成功无共款。虽然若用业绩、用成绩来讲是一致，但是圣经并毋是用一般咱的做事业即个角度来看，因为伫即个世间，就是会趁钱的公司，就是好的公司。但是基督徒开公司无一定是安尼，因为毋是所有的钱拢会上趁。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所以基督徒，咱的一生毋是用世间的标准来做今仔日的标准。所以今仔日腓立比的教会保罗所写的批信，对咱来讲是一张真宝贝的批。兄弟姊妹，因为腓立比书内底第1章23节，保罗讲：我甲耶稣基督结连，迄种的活命是好得无比。圣经中间唯一一次出现讲好得无比的生命。保罗讲：我甲耶稣基督做伙，我就是基督，我死就有利益，得利益有福。所以保罗看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活命，迄种的成功，甲即个世间的成功无共款。所以愿圣神帮助咱读今仔日的圣经会了解，因为保罗讲，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对天顶将生命的奖赏，将生命的报赏来享受予咱。所以兄弟姊妹，拍开咱的心，来领受上帝所享受咱天上的奖赏。保罗伫腓立比书中间，伊所讲1章23节，伊讲那是一种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一生中间，若毋是上好的，我不爱。咱甲主耶稣讲，你是上好的主，你是一个完全的主，你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的囝。所以，若毋是上好的活命，我不爱。所以，做你上帝的囝，天国的子民，咱的生命应该是荣耀尊贵，阁有价值。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讨讲，若毋是上好的活命，我不爱。兄弟姊妹，当你为着你的囡仔的成功来祈祷的时，用耶稣的心最心，咱的祈祷若健康，祷告的好，人生的工作就有果效。所以今日我要甲咱讲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学习什么是上帝看做好，真正的成功。愿咱伫主耶稣的话来得到帮助，因为主讲，就算做你赚到全世界，但是那赔上你自己的生命，
伊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天国的价值跟属世的价值。世间人的眼光所看，为了一切，甚至连性命都会当牺牲。12节是咧讲起为着上帝的国度，活命都会当奉献。但是这个为着世间的荣华富贵的奉献是无共款，因为耶稣讲有甚物人会当用甚物来换你的性命咧？原咱伫做面前，咱甲主祷讲，主人生只有一摆。但是，我要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将永活的奥妙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基督徒的成功有两种，第一就是成就上帝伫咱人生的计划。真正基督徒的成功是我的生命跟神的计划一致，所以我的生命乃当完成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计划。这就是成功的人生。第二，成功的人生就是幸福甲丰盛。因为主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世间人得到丰盛的活命。兄弟姊妹，幸福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应允。咱若爱诗篇，你就知影诗篇中间上要紧的一个应允，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诗篇第一句话、第一节就是安尼讲：什么种的人有福气？每日三思上帝的话，就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这种的人，是有福气的。耶稣伫伊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中间，伊所讲8福，天顶的祝福。天顶的祝福就是人要正做上帝的囝儿，人要看见天国。人要看见天开，马太福音最后8福的中间的3个福就是：你要正对上帝的囝，你要看见天国，因为天国是恁的。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咱是上帝宝贝囝，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咱不是贪心，咱嘛不是妄求。圣经讲，你们求却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咱甲上帝讨上好的生命，不是妄求，因为耶稣讲，恁着完全，因为恁的上帝，恁的天父是完全。咱若甲上帝讨迄个好的无比的生命，这是上帝讲，我本地就是要互恁这种的生命。完，咱伫每一摆的礼拜，咱拢得到天顶的祝福，求天父上帝，甲咱抱伫伊的手中。今仔日个圣经讲，恁若伫耶和华的手中，就要成做伊水的王母，要成为华冠。白话字的圣经该翻做水的王母。兄弟姊妹，咱将咱的生命该摕出来，交互咱的上帝，将你的宝贝囝对你的心中该摕出来，交互上帝。咱甲上帝讲，毋是照我的旨意，乃是照你的旨意。神掌权的生命，人的生命要转变。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对咱讲话。腓立比书第3章，今仔日咱读2段，真长。这段话有一句咱真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向着标杆直跑"，对吧？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是一句真励志、真鼓励人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伊讲向着标杆。亲爱兄弟姊妹，咱通过智慧，咱通过灵修，咱通过读圣经，通过听讲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圣神甲圣经的帮助，咱得到咱人生的标杆。同意吗？兄弟姊妹，没有方向感的人不可能成功，无方向感的人无可能会成功。与成功有约这本册内底，伊咧讲起人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成功的人有成功的特质，真要紧就是因为成功的条件。这本册讲7种成功的个性，7种成功的态度。其中的第一，其中一项
就是有标杆、有方向感，因为伊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所以伊知影什么是有价值，甲什么是无价值。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面前，咱学习保罗。伊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或者我已经完全，独独行进前，通得到耶稣基督所要得到我的。这句话咧翻译有一寡无好翻译的所在，因为伫圣经的译本的中间有两种的版本，一种的版本说，伊讲通过耶稣基督，伊要得到的我，意思就是我的生命的主权和耶稣得到，我幸福伫耶稣基督，我为伊来活，因为伊为我死。所以耶稣得到我的意思，就是伊得到我生命的主权。我对主耶稣讲，按照你，我完全幸福。佮第二种的翻译，伊讲要得到耶稣所爱我得到，耶稣所爱我得到。伫好好本的圣经，伫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括弧，伊讲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主耶稣带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伊爱咱得到伊家己的荣耀的画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得到咱的目的。所以保罗佮讲落去，到伫最后14节、15节，伊讲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从上面呼召我来得到的生命的奖赏。14节、15节伊安尼讲。恁伫恁中间，若要做完全的人，毋通存第二种的心，就是讲不要旁心，莫有其他受搅扰的心。独独只有一项，上帝要将这种的心放伫恁的心内。伫今仔日的礼拜愿圣神将标杆，就是上帝伫你生命中间伊的计划，讲互你听，互你知影，咱来到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有咱家己的使命，成功就是完成使命，成功就是活出真我、真正咱的生命。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耶稣你赏赐予腓立比的教会，迄种好得无比的生命。保罗伫你的手中，伊讲：这个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前我看做宝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看伊做本色，真大的转变。一个人看荣华富贵做宝贝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伊看独独，无有什么种的价值比耶稣更较宝贝。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互这句话吸引，咱甲上帝讲：神啊，我要这种好的无比的生命。我嘛为着我的囡仔来祈祷。虽然阮的家庭是平凡。袂堪得啊！咱一般咱伫农村的社会，咱即个社区大汉，咱有甚物人？咱敢夸口讲，阮的囡仔要做人中之人，要成做一个安那好得无比的生命，毋是咱。然后上帝伊的本性伫咱的内底，我们的生命就好得无比。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将这种标杆，就是天国的价值。伊讲，这是对天顶所赏赐予我的奖品、恩赐。成功的人，伊最重要就是伊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伊嘛知影伊的一生是为什么来打拼、甲努力。愿圣神帮助咱在座，特别是咱的囡仔，互咱的青年，因有这种的智慧甲热情，会当按上帝来祷告。主啊，我将我生命的杯捧起来。我将我的生命的杯捧伫你的面前，主求你甲我填满我生命的杯，改变我对眼光开始，改变对我的眼光开始，后来对我只有一个专一的心，独独向着标杆直跑，没有恶心，独独只有专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将这本的册名改做。与神有约，我相信兄弟姊妹，恁同意。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功与成功有约，是人人拢爱。所以真侪人买这本册，因为大家拢想要知影讲，我着怎样做，我的人生才会成功。但是徛伫一个信仰的角度，兄弟姊妹，咱早就已经有你手中的圣经，这本圣经叫做《与神有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头有了解。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真要紧的智慧。第一，犹太人因为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因才做一个全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拄则《与神有约》这本册咧讲起成功者也必然的需要的关键特质。但是兄弟姊妹，恁敢知影？伫全世界中间得到诺贝尔奖上介多的民族是对一个民族？犹太人。伫全世界对安尼100年来，有诺贝尔奖开始颁发奖赏，无超过1000人，但是其中有20%以上是犹太人。兄弟姊妹，全世界拢在研究讲，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么不起眼，但是因为今仔这个时代展现出来遐尼特别的智慧。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有智慧的人，会知影美感，会知影标杆，会知影价值。所以听姊妹，你相信这句话吗？所有真侪，无论是心理学者，无论是社会学者，因拢在研究为什么犹太人因为全世界有遮尔大的成就，毋是干那诺贝尔奖尔。恁若有了解美国的社会，恁知影犹太的族群控制美国真多种特殊的行业。犹太人控制美国的金融界，足强。犹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钻石的交易，这个贵重的金属、贵重的这个珠宝。犹太人控制美国的这个医疗，就是医学院。教育，所以有人讲犹太人有3个条件，互因真做全世界上优秀的民族。第一，就是犹太人的教育，是伊这点讲是对。犹太人是真注重教育的民族，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教育带给犹太人这种遮尔大的祝福，我感觉是信仰，因为因的教育，介简单来讲。就是信仰的教育，所以兄弟姊妹，第二，因讲犹太人，因是一个真 IQ 足悬的人，所以有真无聊的人去做测验、做统计，伊讲平均犹太人的 IQ 赢过所有美国的白人的比例，高过至少10个百分点，就是讲 IQ 若是100到110的差别。我感觉统计这无一定有极大的意义。IQ 是啥物人？互咱的，上帝互咱的。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圣经有真侪话咧讲起，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就真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讲这个故事，毋是要利诱咱大家，是要甲咱讲起一个信仰对人类的祝福。犹太人因为明白。是什么人决定成功？所以因选择敬拜，因为因相信成功是对上帝所赏赐。今仔日圣经讲，咱若伫上帝的手中，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交托，咱若将咱的生命放伫上帝的手中，将咱的主权交给上帝，决定咱的一生的成就，就是这个上帝。愿咱伫伊的话。中间来得到帮助，所以圣经中间咧讲起成功有2个真要紧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若完成上帝的旨意甲计划，就亲像耶稣基督。耶稣不谈成功，却谈成就。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
将咱的一生甲上帝结连，一个将家己人生交予上帝，甲上帝参详的人，伊的生命要有份伫上帝伊的丰富，甲伊的荣耀。所以耶稣才甲咱讲：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愿天父上帝帮咱，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号称全人类历史中间曾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所罗门。伊讲一句话，伊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通学老的上帝，因为伊亲嘴讲，就亲手成就。而且我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来跟咱做分享。上帝亲口说，叫亲手成就，你相信吗？上帝若亲自甲咱讲的话，所罗门讲：耶和华我的上帝亲嘴应允，互大笔，就是我的老爸的应允。亲嘴所讲的应允，就照安尼成就。而在圣经本身最要紧的重点，就是上帝应允。对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讲：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土，我要互你成做大国。亲像天顶的星，甲海边的沙。兄弟姊妹，上帝应允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一直到今仔日，迄个迦南地拢是以色列即摆所徛起的国土。兄弟姊妹，上帝亲嘴讲，亲手成就，这就是咱的信仰。愿咱相信上帝的话，亲像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到今仔日。因了个尊上帝最大，愿咱也因为安尼有份伫上帝所赏赐以色列人的恩典。第二，成功的人生就是生命的发展完全。圣经耶稣所讲的，就是人活出真正内在的自我。咱的生命才对一个上帝起头所创造迄个水的我。伫今仔日个时代，有真侪人自我的图像不好，自卑感。伊感觉伊生做无水，伊感觉伊一无所成。真侪人对自我生命的图像是不满足的。亲爱的姊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伊讲：我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耶稣所讲的丰盛的活命，就是伊要帮助咱发展出成熟跟成全的生命。你相信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耶稣。咱该讲，主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人改变人困难，人改变人困难。咱会当做父母，但是咱的囡仔无一定啊啦，是咱会当决定伊的人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的家庭，互你的囡仔生命的发展，因为真理，他就走在生命之光，因为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踮伫我内面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与神有约。圣经真侪宝贝话，其实就是成功的关键。咱读遐尼侪册，咱受遐尼侪教育，但是咱无拄真正做知影，啥物是成功的秘诀。拄则咱所读所罗门，伊看到伊老爸的人生，伊就知影人生成功的秘诀。伊就讲，上帝亲嘴所讲的话，伊就亲手来成就。兄弟姊妹，咱若相信，咱就得到。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成功真正的必要的重点。我感觉成功伫圣经中间上少讲三项，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无智慧的人真困难找到生命的标杆。无智慧的人有当时做代志无要领，你同意吗？有智慧的人，伊做代志有策略、有谋略、有能力。以赛亚书11章第2节，伊讲上帝的灵若踮伫人的内底，人就要得到智慧，得到聪明，得到策略，得到能力，得到知识，得到聪明。过来最后一项，
圣神啊，踮伫人的内心，人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一个人若敬畏耶和华，他就得着所有加所讲圣神的好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成功的人就是得着智慧，有健康的态度，有好的生活习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保守中间。这就是拄则我甲咱分享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得到关键性，伫世界中间呢展露出来的优秀。伫研究的中间，有人讲3项代志：第一，因的教育；第二，因的基因甲人无共款，敢有影？或许，伊咧讲起犹太人伫因所受到历史顶悬所拄着苦楚、苦难、亡国，所以有真侪心理学家甲人类发展的学者，因讲苦难其实是造就犹太民族脱胎换骨最要紧。整个蒙恩蒙福的秘诀，对出埃及开始，苦难就是犹太人伫信仰嘅历史顶悬展现出来脱胎换骨一个真要紧的秘诀。愿咱伫上帝的帮助中间，咱领受圣经所讲的圣神的帮助。拄则我甲咱解说以赛亚11章第2节，伫这个所在咧讲起耶和华的灵。展现出来6种不同的特质。耶和华的圣神、耶和华的灵，那踮伫人的心中，迄个人就要充满这6项的代志。第一，智慧；第2，聪明；第3，谋略；第4，能力；第5，知识；第6，敬畏神的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想述伊家己本身。当咱的生命内底有耶和华的灵。我们的生命的发展就健康，而且生命的发展，人若无上帝个迄口气，人若无上帝所想述咱的迄个灵气，咱真困难活出真我。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你的家庭甲你的囡仔。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圣神真侪想述咱生命的快乐。保罗伫以弗所书3章20节，伊讲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兄弟姊妹，这句话咧讲起成功的力量，就是人生命中间运行的力量，是圣神的快乐，也就是智慧的能力，也就是上帝以掌权，神成就超过所求所想。阿们。愿这句话咱读了后，咱有一个感动，讲上帝。我需要你的圣神伫我的生命中，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咱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咱就亲像伊，因为上帝家己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恁着顺转，亲像恁的天父上帝。”这是耶稣所教示咱的话。伊讲：“恁应该着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这句话意思就是，人若看到你，就要看到创造你的上帝。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人看到咱，敢有看到耶稣基督？伊活伫咱的生命中间。2个礼拜前，我甲恁分享的题目：活出基督，有无？活像耶稣基督，互人伫咱的生命中间看到耶稣。愿主帮助咱做礼拜时，所听到的圣经节，利益到咱生命的帮助。因为耶稣讲：“你们生命的发展要完全，不要做身心障碍者。恁的灵魂、恁的心思、恁的情绪，拢未得到完全。愿主帮助咱。第2，我要甲咱分享就是，知影安怎祈祷，祷告得好。就活得好，祷告得好，就工作得好。耶稣无教伊的学生讲道，但是耶稣教伊的学生祈祷。所以我的老师嘛甲我讲，你若要成做一个讲道人听会清楚的人，你要多祷告，因为祷告得好，你的工作就有果效。兄弟姊妹，
咱若爱叫做成功的人，咱爱知影祈祷的代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叫做一个会晓祈祷的基督徒，与神有约。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感觉，若是今仔日这个题目上重要，就是代笔的祈祷。这嘛是牧师伫每一个人生日，咱做伙祈祷的时，我最后拢会为伊祈祷讲：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互我会晓得算数我家己的年日。这是代笔伊的祈祷，诗篇90篇12节。主啊，求你教示我，怎样算数家己的年日？人一生是70，永总通到80，其中所夸口的是甚么？不过是劳苦忧愁。求天父上帝赏赐我智慧的心，互我知影我为甚么来活，我为甚么来死，知影伫我的一生中间，我着怎样管理我每一天的日子。这叫做生命的投资。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投资者，他的生命必然是有成效的。愿天父上帝帮助。耶稣讲，注意第一句话。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成就伫什么所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主的旨意伫咱的心内，亲像伫伊是温饱做成。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耶稣讲。恁就这样祷告，恁就爱先祷告上帝的国度降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完全，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祷告的好，咱的生命就有果效。保罗讲，因为上帝就要照伫恁心内圣神所带来的亏力，充充足足。成就美事，也即放伫你的手，放伫你的心，为你的心祈祷讲，主求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面，运行成就一切美好的事情。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你怎样讲，你就怎样成就，超过阮所求所想。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伫地。最后伫今仔日的礼拜，就常常为着咱人生的标杆来祈祷。现在今仔日倒去，你若愿意，你定心甲腓立比书第3章，甚至规本的4章，腓立比书足短，甲4章尔，你通一口气甲读好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你伫你的上帝面前甲伊祷讲，主啊，我为着我的囡仔生命的标杆来祈祷。因对细汉的时阵，我就甲你祷，上帝，你赏赐我的囡仔有生命的方向感。一个囡仔若没有生命的方向感，这就是天顶的鸟啊，它就没有眼睛，伊就无在条飞翔。兄弟姊妹，咱知影鸽子，它是先天有一个 GPS 吼，伫伊的生命中间呢。上帝创造人，瞓觉的法度感应到宇宙的磁场，所以瞓觉的飞时，它有一个方向感。伊伫什么所在出世，伫什么所在生活。他无论该放伫什么所在，他生命就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方向感，他会回家。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互咱有一个天生的属灵的方向感，这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生命的标杆。恒心寻求，这就是追求标杆的人。像这罗马书第2章第7节足重要，伊讲专心追求什么？荣耀尊贵。跟不朽的幸福，一个智慧的祈祷就是求讨这个代志；一个恒心寻求不朽的幸福，也是姊妹上帝就用永活来赏赐因。愿咱接纳这句话，成做咱的祈祷。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独独你是我心所爱，是我心所求。也愿上帝的圣神帮助咱。成做一个懂得祷告的人，我们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跟不朽的上帝的祝福。
愿咱伫伊的面前，咱有新的改变，有改变。咱对价值观的判断，愿主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帮助咱，不追求成功，而追求天国的降临成就。主甲咱三个地点，互咱有新的价值观念。过去今仔日，以前咱看做对的，无一定是对。愿咱伫主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咱知影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无价值。所以保罗讲，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就是安尼，就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他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所要我得着的。今仔日咱唔知要安怎祈祷，但是耶稣亲自将咱的祈祷的内容，甲伊的祝福，就赏赐予咱，是一种好的无比。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标杆，至宝至好的宝贝，就是咧讲起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保罗所讲，上帝所赏赐我从天而来的生命的奖赏。愿主将这个宝贝赏赐予咱的家族，到代代无尽。咱同心来祈祷。主题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感动阮，与神有约。阮来到你的面前，将我的性命甲你参详，将我的囡仔来仰望你。祝福我的细囝亲像所罗门，会当看见你怎样伫阮的家族中间，你的教示，你亲嘴所讲的话，你就亲手照安尼来成就。主，你互我的囡仔伫我的生命中间，看见这个信仰的力量，也看见上帝你的真实。主帮助阮的家族与神有约，到代代无尽。我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或者即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73首，应答上帝听，请咱起立吟全首。愿有地北高万端。
请坐，即时请咱准备来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甲伫直播顶悬的兄姐，咱互相结连，让这条诗歌来彼此代祷。你心中，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愿大你脱离黑暗世，从阮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心来祈祷，愿为着所有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你的听，为雷，互阮踮伫你施恩宝座前。无论阮分开伫什么所在，主你的听就是阮生命的开力。特别恳求你纪念阮中间有身躯欠安，无论是肉体病痛，或者心神受搅扰，恳求你将平安放伫因的生命内底。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通见证上帝你的平安，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管，照顾阮的时代甲长辈，互因每一天拢健康、自在，阁有快乐。所以嘛，恳求主你保守阮出外的囡仔，
互因伫外地，无论是工作、做兵，也是因的学业，主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得到保守，无离开主你的你的管教。求天父上帝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主你施恩宝座前，常常领受你对天人来你所准备一切生命的开拓。你的神伫阮生命中间运行，超出所求所想。阮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互相请安。今咱中间有一个新来一个真特别对高雄来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占兄弟，因的家庭吼，因伫坐伫即个所在，咱欢迎因吼因是高雄鼓山教会的会友但是占兄弟本身是咱来信厝人吼，是咱德长出身的吼。伊讲真难得，伊倒来高雄的教会。甲咱做伙做礼拜，咱伫主的厅内底，咱欢迎伊，耶稣听恁，欢迎恁来。那么真欢喜，有真侪甲也这咱倒来做伙做礼拜吼。愿主的厅甲咱三合地底有小平迄个董事吼，喜乐宝院的董事伊来做讲师伫喜乐宝院，咱真欢迎伊，佮甲咱做伙做礼拜。伊毋是头一摆啦吼，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做礼拜。耶稣听咱吼。咱下面来为生日的人祈祷。今仔生日的人，咱来请来头前吼。咱为着生日的丽云祷告吼，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即咱同心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姊妹。无论是丽云、冲章其他的兄弟，主恳求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用你的恩惠，用你的祝福，互因所行过的每一个脚印，拢充足有主你稳定的记号，互人知因是你所听的宝贝。主，阮为着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你甲因三合地底。当因伫你施恩造前，为着新的一年祈祷的时，求天父上帝你施恩，享受圣神所带来的能力甲智慧，互因真侪生命好的关系伫每一日的中间，带着上帝你的能力甲智慧，管理上帝你所交托因的日子，愿天父上帝伫因的生命中间分别做成，互因伫众人的中间，互人看见上帝你家己的尊贵甲荣耀。愿将因交伫你的手，愿主你换手伫因的心上，甲因祝福。祈祷我甲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报告，请师会报告。这是接续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记载伫周报顶面，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8点伫教会，青少年拜6、7点半聚会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伫线上。圣港的服侍后礼拜司会是胡主席执事，领诗是陈英宏长老，司琴是陈美秀姐妹，司献甲交台是钟宏仁执事以及我本人。爱采游玩暂停。新港讲的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的进度，伫咱周报顶面，请咱照天书顶面来读。其他交通提醒4项，第1项杨那村这次纪念奖学金请咱有符合资格的兄弟姊妹，请咱尽量赶紧来将成绩单交予伊真。大学的部分是70分，高中是70分，高职是75分，国中75分，国小90分。第2，4月18甲21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要召开第68届总会通常的年会，请咱大家同心为着宣教的异象甲使命来祈祷。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若是有错误，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4项，请咱阁继续为着即个疫情恢复来祈祷。第2，请咱为着教会新生欠安的莲花节、重阳节
占大兄庄仁聚、黄宏仁以及所有的长辈，因的身体健康甲平安来祈祷。请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特别为着即马要升大学的硕恩、意义甲名誉。就是请咱也继续为着教会结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林以及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接续，请咱来吟上吟的圣诗第511首，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中生世天的万民，永远乐乐白行诚信。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有赐，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